刘总，你确定我们下车的位置是山水村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我看过导航了。这个地方的风景真是淳朴啊！走吧，先进村，找到石碑就能找到赵赵。不是吧？这两个都要我拿？田助理，还不快点跟上！刘总，要不您来试试？我从没自己拿过行李。死傲娇，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刘总，我以前呢就总觉得您英俊潇洒、睿智决断，没想到您还有一颗体贴下属的心。我一向如此优秀，田助理不必感动。刘总，他们刚才说，柳副总破坏了村里的石碑，我们需要把石碑修缮，并道歉，他们才能放人。修缮可以，但是得提前说好，如果造成羡羡和赵赵受伤的话，他们也要负责。在人家的地盘，你还这么拽？大兄，那刘总先生跟他道歉，也答应内心修改设备。你是当我青梅哦？你看伊哦，全程乌一个面，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大兄，那刘总面乌乌，伊就是为了个面瘫啊。刘总，他们说。从来没见过您这么帅气、多金又爽快的人。大兄，你看，我那刘总吃完网红款，我那保证一定修改设备，还个干娘是对为肯哈。小姑娘啊，要是你较捌代志的，那像伊安尼的吼，出门会互拍的。他说什么？他们说。一看，您就英武决断，气度不凡，想要跟您握手言和。村长，咱刘总来了修缮设备外，想讲这个指示牌提示路呢，用大家可以画画看看。田助理，看到了吗？就算语言不通，他们还是会被我的魅力所折服。哼，你这态度，果真很容易被打。都这么久了，我哥怎么还不来啊？这么烫，发烧了吗？赵赵，我头好疼啊！欣欣。你发烧了，坚持一下，我现在带你离开。赵赵，谢谢，我来了，怎么样？西来哥，你轻点，赵赵胳膊受伤了。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我看看。小张，没事儿。现在发烧了，必须马上去医院。西来哥，我没事儿，我一定会帮你拿到授权的。你都这样了，先去看病。我不去，我还要帮西来哥呢。谢谢，身体要紧。既然我已经来了，授权我来解决，赶紧跟赵赵回去养病。西来哥，赵赵，我不去。终于找到个落脚的地儿。先休息一晚，
明天去找夏风。你好，请问2位有预定吗？我们没有预定。那还剩下1间大床房，你们住吗？不住。田助理，这里只有1张床，连沙发都没有，你告诉我，怎么住？刘总，你将就一下，我一会儿拉个帘子，您住里面，我住外面。刘总，我写好了。田助理，头发要擦干。刘总，说就说，别动手。你头发上的水要滴到我衣服上了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田助理，为什么洗个澡弄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？洗澡当然到处都是水啊。我就不会洗得到处都是水。难不成你干洗啊？田助理这睡姿也太奔放了。这一天天的，我一个霸总，过得和闹着玩似的。刘总，您看起来昨晚没睡好。田助理，我是在地板上醒来的。昨晚你的脚横跨过来，我可以合理的推测，是你把我踹下床。刘总，也许是您梦游了呢。